华语礼拜在2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和关机。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的第一首歌，我要全心赞美，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感谢主，让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赞美主。求你让我们进入你的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院，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主，我们要全心的赞美你，我们赞美还要赞美不停，在一人的棚里欢呼声永不息。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走在你的道路上。主，呼求你来翻转复兴的土地，恢复我们对圣洁的热情。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你是宇宙的中心，主你是世界的中心，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主你是荣耀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来降临。主我们渴望看见，在这世上看见你的荣耀彰显。主需要呼求你来翻转这个土地，这个国家。我们一起来唱。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让我们先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我们这一生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主，求你看过我们这一生，都在主你的手中。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单单的属于你。我们这一生都要献上我们的心。
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们一起来唱，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的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这一生，我们要依靠我们的心，我们唯一的祷告，唯一的呼求，主，求你能悦纳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全部的所有，愿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持续来渴慕你，来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你的旨意。主，也祈求你将接下来礼拜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有你的圣灵运行在这边。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依旧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进行报告。我们公祷事项一样可以看一下，我们一样为教会的肢体以及台湾的景况以及世界的冲突，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消息。下礼拜日5月25是玉山神学主日奉献，那我们为神学教育需要来关心代祷。那第二堂下礼拜为第二点，下礼拜为合堂礼拜。那爱餐后约12点，教育部举办了全教会的趣味竞赛。那因为要统计人数，我们请到1楼要参加的到1楼柜台登记。那第3点就是礼拜1下午教会消毒，那礼拜2教会没有开放。那团契消息我们自己看。那下面的奉献明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如果有错的话，到1楼向干事更正。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奉献，我们请当值的同工。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丰盛的神，你的爱长阔高深，超乎我们能所测度的。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不单单只是来做礼拜，而是出自于一颗渴慕的心。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这世界上的声音充满，被忙碌以及分心搅扰。但我们心里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求你恢复我们心里对你的渴望，就像如鹿切慕溪水，我们的心也要切慕你。主啊，请你燃起我们心中那渴望亲近你的心，好让我们不再以过去的经历为满足，而是渴慕的更多认识你、听见你，而你也使我们的心柔软谦卑，对你敞开。主啊，求你此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快跑跟随你，与你同行。愿你的同在能够成为我们最深的满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也要一起用主祷文如此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诗篇84篇1到7节，以及10到12节。那我来念，大家来看。诗篇84篇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房屋，燕子却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第四节，如此我住在你的殿中，便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好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的大道的，这人便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第10节，在你的院宇住1日，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与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正道，今天的题目是深深渴慕，我们请芝梅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前阵子牧师有跟一位年轻的姐妹分享，有参加社青的应该认识她，就是小磊哈。小磊她是有脑瘤，那目前她是处在一个跟脑瘤和平共处的一个状态。那自从呢，她知道她自己患有脑瘤的情况下，当然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的惊吓，非常的惊恐。她从惊恐，然后调整，到面对，到治疗，这一路上，到如今她可以活出精彩丰富的生活，她没有一直陷入在那个自怜、自怨、自哀的这样子里面。她说，一路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她恐怕早就已经，即便肉体没有死亡，但是她的心灵可能都已经死亡了。重点是在她分享的过程当中，她说，在她丰富、精彩、紧凑的生活里，就是如今，她一定会特别将做礼拜还有参加读经小组的时间空出来。他说，当时他经历生死一瞬间，他深深体会上帝是他生命的主权，上帝的话是他的动力，是他力量的泉源。牧师看到他这样的分享，那样子的喜乐，他可想上帝的话，那样子的喜乐跟我们吃一顿大餐，或者是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或者是去看一场好看的电影，还是说去哪里游山玩水，非常的风景非常的美丽，那样的喜乐，那种稍纵即逝的喜乐不一样。他那个喜乐，他的脸，牧师那天听他这样分享，他的脸整个都在发光，整个人是在发光的。牧师心里非常的感动，也深深的被他这样子的分享触动。今天我们读这个诗篇84篇，在前面1到4节在映照出诗人他的属灵的景况。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之前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利未祭司利未人，这个利未家族才可以在会幕，也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侍奉他，才可以替自己替人民献祭赎罪。直到所罗门盖好圣殿，圣殿完工之后，所罗门圣殿就取代了过去的会幕，成为以色列人的信仰最高殿堂。在当时依然只有利未祭司家族才能参与在圣殿的相关侍奉当中。这群训练有素的利未人，祭司利未人，他们必须居住在圣殿，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居住在圣殿。不仅仅是为了祭祀礼仪的需要，还有圣洁，要符合圣洁条例。因为他们很怕，一旦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下班离开圣殿到家里，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万一他们不小心吃了不洁的食物，或者是摸到了不洁净的一些人事物，万一沾染了不洁，他们就没有办法按照原定的排班来服侍的时候呢，可能会让上帝生气，甚至遭到上帝的击杀。因此啊，对于那些没有办法居住在圣殿，没有办法参与侍奉上帝的那一些不是祭司利未人的那些人来说，祭司利未人在他们的眼中非常的光彩，
非常的明亮。他们觉得哇，这一群人特别的圣洁，这一群人离上帝最接近，他们想必也最符合上帝的喜悦。那如今呢，有一位可以居住在圣殿的利未人，却对上帝发出了呼吁，也就是第2节。他说：“我真是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身向永生上帝呼吁。”这首诗是谁做的呢？这首诗我们在第1节前面有个括弧，它有个标记，这是可拉后裔的诗。可拉是谁呢？可拉是利未的曾孙。我们知道雅各嘛，雅各有12个孩子，然后呢，利未是他第三个儿子。好，回想一下脑袋稍微回想一下好，这个利未呢，利未的曾孙就是这个可拉。这个可拉他是亚伦、摩西的堂兄弟，他们算是堂兄弟。可拉做了什么事？在之前我们读过民数记，好，可拉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呢，他是带头组织叛变的一个人。那个家族啦，可拉这个家族他是带头组织叛变，攻击上帝仆人摩西亚伦的那一群人。当时上帝就让地裂开了口，然后把可拉相关一党叛乱者，那他们所有属于他们家族人，通通吞到地里面去。我不晓得大家之前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应该还有这个印象。全部的人，所有一切属于他们的，通通活活坠入到阴间，就被地裂开了口吞吃了，然后地再合起来这样。如今这些因着上帝的怜悯，竟然还有可拉的后裔可以存活。照理讲，他们应该早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整个被剿灭了，好，整族应该都被剿灭了。可是呢，上帝有怜悯，他们还有存留一些留存下来的后裔。身为叛党的后代，这些可拉的后裔，身为叛党的后代，他们一样是利未人啊。他们是利未这一条下面的人嘛，对不对？好，跟同样是利未祭司的人一起都在圣殿服侍，他们忍辱负重啊。因为在历代志的记载，这些可拉的后裔被分配什么工作呢？在圣殿守门、圣殿守卫的工作。他们做的是圣殿守卫的工作，简单来讲就是看门的啦，看门的工作。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圣殿守卫看门的工作，这个工作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要知道，只要是祭司利未人，他们的工作都是圣洁的，都是高规格的要求，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圣殿守卫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主要是当然要确保圣殿里的一些，以我们现在教会来讲，就是我们一些器材啊，什么东西，一些我们的财产，要保护我们的财产不要被外面的来的人偷走，好，就是被不正当的使用这样子。还有呢，那除了这个守卫的工作，还有确保圣殿里的圣洁区域。它的圣洁区域就是他们以至圣所为中心，至圣所是圣洁条例要符合圣洁标准最高的一个地方。好，以至圣所为中心，像同心圆这样往外一层一层的，它的圣洁标准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好，问题就来了。不是问题就来了，就是顾门的要干什么呢？这个圣殿守卫所做的就是他要保证每一个层级的圣洁区域都要符合标准。你要能符合这个圣洁区域的标准，你这个人你才能进到这个区域。假如我们分 A、B、C、D、E 好了，最高的就是至圣所 A， 最低的是 E。好，你有没有符合 E？ 然后你这个人的身份是符合 E 的，你才能进到 E。你这个人的身份或者是你的圣洁标准，你是符合 C 的，你才能进到 C， 好，以此类推。所以顾门的工作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啊！你如果一旦没有做的准确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会被击杀，或者是那个误入圣洁区域的人，可能也会被击杀。好，因此这个呢，既然这个这么重要，所以呢，自然是守卫嘛。守卫自己是不是也要符合这些圣洁条例？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自我要求啊，并不是绝对不是像现在一些大楼管理员那些看门的，在那边看电视啊、聊八卦啊、泡茶、翘脚、看报纸啊、说长道短啊、发呆、打瞌睡，绝对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这群可拉的后裔，世世代代被贴着叛党的标签。他们其实非常渴望一件事情，他们非常渴望过去那些摆脱不掉的黑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啊，为什么我的阿祖要做那样的事情，害我现在头都抬不起来？他们多么期盼那些黑历史不只是在上帝的册子被涂抹，也可以在世人的心中被涂抹。至于我们呢？我们这一群与耶稣一同背负十字架蒙恩的罪人，我们有属于自己不堪的过去。我们虽然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已经洗净了那一些不堪的过去，但是我们可能又一不小心被过犯所胜，又落入罪恶里面，然后不断的又被洁净，不断的又陷入罪里。我们不断的在制造黑历史。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过于追求，想要掌握这世间跟那些永恒无关的人事物。这些与永恒无关的人事物，常常挑动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被吸引。就像现在有一些声光效果十足的一些媒体广告，或者是我们肉体的情欲，当我们体验过，比如说喝酒这件事情，不是说喝酒不好，有人就很喜欢那种，当他喝到已经一个怎样郎的时候，就是喝醉了，整个人，牧师是没有喝醉过了，但是听过那些喝醉过的人形容，就是好像魂游向外，然后非常的舒适，什么都可以不要管啊。酒后吐真言，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喝醉了嘛，哈，说错的话也没关系嘛，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等等之类的，这样就借酒装疯，类似这样。有的人可能已经体会过那种没有节制的那种肉体的情欲。然后呢，当他碰到了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会很容易借着酒精来抒发、来发泄，因为他体验过那一种茫然的感觉，他就会他的身体会一直很渴慕那一种茫然的感觉。好，还有呢，就是今生的骄傲。当我们常常被赞美，圣经也说，人的赞美也试炼人啊。当我们常常被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可能会一不小心渴望一个自己是站在一个人上人的位置，我就是比较高一等，好，这种危险。另外还有什么？我们常常使用地上的财宝，却不是为了积攒天上的财宝。我们常常满足自己肉体上的需要，而不是可想上帝的愿语，不是可想上帝的话。我们热心于自己的工作、休闲、爱情等等的追求，却总是忽略没有更多心力去关注我们这个圣灵的殿是否有常常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让我们可以时时警醒来自圣灵的感动。当我们忽略这个圣灵的殿的需要的时候，很容易会就会在尽心尽力服侍的过程当中会感觉疲累，会感觉提不起劲，会失去服侍的活泼跟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人啊，我们服侍的是人嘛，人心很复杂，对不对？人心很复杂，所以呢，我们常常在服侍的过程，我们顾虑一大堆，然后又会不小心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再来呢，好，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就很想去解释，我就不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把我说成这个样子？就会不断的一直要去解释，这个心真的很累耶，累不累？超累的。一直不断要解释自己的状态的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累。为什么要解释呢？上帝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不花那么多心思去解释呢？因为我们就是人嘛，我们就会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我们的心就会常常累积一些垃圾，没办法维持圣洁，也失去有主同在的喜乐。在这种情况下，服事当然提不起劲啊。
弟兄姐妹，可拉的后裔，他们即使在这种被贴标签、被异样眼光关注的过程当中，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岗位。他们所可想的是，当他们经过干旱的流泪谷的时候，上帝确实，他们相信上帝可以使那个地方成为泉源之地。他们的盼望是在于什么？他们的盼望是在于上帝丰沛的怜悯与恩典，能使他们枯干的心灵得到滋润。我们呢？我们可想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又是什么？我们所向往的只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还是上帝你真的懂我的心？我们所渴望的是要被人高举、被人尊崇，还是被上帝尊崇、被上帝高举？就连今天的诗篇里面说，就连麻雀和燕子都知道最可贵的是什么，知道他们所当渴慕追求的是什么，何况是我们这充满圣灵、有充满智慧、属于上帝的人呢？我们这圣灵的殿是否有常维持圣洁、维持干净？是否有常常可想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知道，光是维持干净是不足够的哦。光是维持干净圣洁是不够的，还要不断吃喝上帝的话才行。我们可能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有一顿饭没有吃，可能会觉得还好，因为忙嘛，忙过去，可能肚子饿就不会去 care 肚子饿不饿这个问题。因为我很忙，我现在没有时间吃饭，我也没有心思，也没有那个去吃饭。好，一顿饭过去了，不会觉得啊，还好啦，没有吃饭还好。但是等到你好第二顿餐你再没有吃的时候，那个饥饿感就会出现了。如果你一天没吃饭，你到了晚上，你这一整天都没有吃饭，可能你在睡觉前你会觉得哇，肚子好饿哦。我们的肉体非常的诚实，会告诉我们饿了。那我们的灵呢？我们的灵呢？我们会不会有那种有一天没有读圣经，我们就会全身不舒服，会饿到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只要有一天没有读圣经，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我们都知道吃饭不能太快嘛，要咀嚼嘛，不能这样子狼吞虎咽嘛。读圣经也是一样啊，不能这样子浏览过好看过就看过了。我们要透过祷告去思考，主啊，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提醒我什么？还是你安慰了我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我们是不是每天有渴慕上帝的话语？渴慕是什么意思啊？我举一个一手跟子瑜的例子来讲渴慕这件事情。一手呢，好，跟子瑜在的时候，就两个人就在嘛，面对面互相看。这些已经结过婚的人，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么渴慕哈？他们渴慕到什么程度？好，然后一手，比如说来那个牧师家，我就是总要回家嘛，好。回去之后呢，他不甘寂寞，他就要跟子瑜视讯。他不放弃任何一分一秒可以跟他面对面，即便是透过手机可以这样看到彼此也好。然后我们有时候晚餐我们在吃饭，他也要跟子瑜视讯，子瑜就要把手机架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吃饭聊天，他也在那边视讯，要听我们在聊什么啊，偶尔呢回应一下这样子。好，还有个很夸张的，好，就是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夸张。反正他要结婚了嘛，好，这个有几个晚上，昨天晚上好像是这样子，他就晚上还是要跟子瑜视讯，然后我们也是在那边聊天嘛，我们就在餐桌那边聊天，聊，怎么忽然出现打呼的声音？他已经在那边睡着了，他这么的累，为什么说我要睡觉了，晚安，拜拜，我去睡觉？他这么的累，还是要视讯？一直到睡着了还在视讯，这么的渴慕。来，结婚的人，已经结婚的人，你们有无法就是要把握每一刻能够视讯面对面机会的，来举手一下，牧师看一下。
牧师也没有，好，是不是有点夸张？还蛮夸张的，对不对？但是这就是渴慕啊！怎么这么渴慕呢？好，这么渴慕，超级渴慕的。那么我们是不是，我们对我们这个圣灵的殿，是不是有这么的渴慕，能够充满上帝的话语，能够常常领受，渴慕圣灵，能够不断的充满，不断的感动？我们是不是有这么渴慕？我们是不是有像可拉的后裔那样有那么深的感触？就是我宁可在上帝的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我不要被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影响，我渴慕的唯有主，我渴慕的唯有上帝。对可拉的后裔来讲，恶人的帐篷就是那些不重视上帝主权，不顺服上帝心意的那一种背叛，那就是指他们的祖先居然背叛上帝的主权。对他们来讲，恶人的帐篷就是那些不断引诱他们转离上帝的黑历史。很多人因为自己的黑历史就离开了，他们没有办法抵抗那个心里的那个黑暗的拉扯。对可拉的后裔来讲，这个恶人的帐篷就是那些道听途说、对他们极尽抹黑的言论。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人服侍就离开不服侍了？就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些闲言闲语，然后呢就离开了。我们不住在上帝的殿，那就是住在恶人的帐篷嘛。因为在上帝非黑即白，没有什么灰色地带。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上帝的圣洁是不容任何的模糊的。如果我们这个圣灵的殿总是累积一些垃圾，总是缺乏上帝的话，又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就很容易会重蹈可拉这个叛党的覆辙。我们所走的路就不是向往西安大道的，我们所走的路就是可拉那些叛党的路，我们就很容易成为被上帝斩断的人。今天的经文第5节这里说，倚靠上帝，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有福了。我们潘杰坐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潘杰是个马拉松选手，好手。这个马拉松有一次，因为潘杰在跑马拉松嘛，所以有的时候那种有关马拉松的那个新闻或消息，牧师会稍微留意一下这样。我不晓得这个新闻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前一阵子有个马拉松的比赛，它就是有2个补水站，竟然没有水在那边呢，就是可能就是工作人员没有在适当的时间把水放在补水站，以至于呢那些马拉松选手就这样跑，经过这个补水站没水，再到下一个补水站也没水，哇哩嘞！然后呢，在当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个马拉松选手，我的印象应该是这样，就是有一个马拉松选手，他因为没有及时补水，他就横纹肌溶解就死了。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有点惊吓，原来跑步没有喝水是可以这么危险的一件事情。补水很重要，刚刚讲说不吃饭肚子饿，我们会有感觉吗？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灵性如果干渴，同样会危及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人还活得好好，但是我们的灵已经干渴，已经死掉了。马拉松的选手，他们如何渴慕能在他们预期到的下一个补水站能够喝到水？那么我们这个圣灵的殿，是不是也应当在每一天的行程的过程当中，也渴慕能随时补水，随时维持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就是读经跟祷告。11节说，耶和华上帝是太阳，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可拉的后裔，他们相信上帝是太阳，总能让他们从极深的黑暗里面看见光。过去种种那些再不堪那些黑历史，或者是累积的黑历史，即使是这样子，但是他们一定能够靠着主，从黑暗又臭又脏的垃圾堆里走出来。上帝是盾牌，总能替他们挡下那些来自四面八方射向他们的火箭，那些闲言闲语
那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实，不是事实的一些虚假的言论。当这些言论向他们射来的时候，上帝是盾牌，能够帮他们挡下来这些所有的火箭，挡下那些假冒为善、高举自己的言论，也挡下那些没有用爱心所说的诚实话。可拉的后裔相信，如果连麻雀和燕子都能在圣殿的院宇的那个屋檐来筑巢，来抚育他们的幼鸟，如果连麻雀和燕子都能够如此得到上帝的庇护跟祝福，那何况是他们呢？上帝确实是他们的太阳，是他们的盾牌。即使众人都因为他们是叛党的后裔而投以异样的眼光，慈悲怜悯的上帝依然对他们不离不弃，依然要赐福给他们。在最后12节说，倚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我们知道，到最后以色列他们总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们国破家亡，所罗门圣殿就被巴比伦严重的摧毁，圣殿被玷污，上帝离去，不再居住在圣殿。对他们来讲啦，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啦，好，就是圣殿摧毁了嘛，不再洁净了嘛，上帝就离开了，上帝就不居住在圣殿了。既然上帝都不住在圣殿了，圣殿也被毁坏，那圣殿的守门的还要守门吗？还需要圣殿守卫吗？不需要啊。那你说这群可拉的后裔怎么办？即使如此，可拉的后裔也从未离开上帝。因为借着过去，他们在过去忠心的敬拜与服侍，借着过去不断在吃喝上帝的话，他们的生命已经定根在真理的磐石上。所以只要他们持续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他们所行的就必定是义人的道路。这样的人也必是有福的人，他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就好像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出门带着一本圣经，可是当我们有灵修，不断持续的灵修、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可能碰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会上帝的话就会浮现出来，浮现在我们脑海里，那句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所以可拉的后裔，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当他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他们就还是可以好好的像个上帝的仆人这样子好好活着。身为牧师，常常会碰到或是听到就是某某弟兄姐妹可能会离开原本所属的教会，就是他们碰到了一些状况啦，就是人嘛，人聚集的地方总是会有一些状况。好，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就会离开原本所属的教会，然后到其他的教会聚会的这种情况。在一般人来看，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值得哎，想当初他来的时候，我们这么的服侍他，这么的陪伴他，这么的如何的，可是为什么他今天说走就走，好像一点都完全不留情，一点那种我们的那个肢体的那个感情，难道就通通都没了，烟消云散了吗？会觉得让人觉得很扼腕。我们该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对这样子的生命，我们应该要祝福他们。对于这样的肢体，我们要祝福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可想摆脱那种不断在累积垃圾的一个生命状态。如果今天他来建城，他总是一直在累积垃圾，他总是没有办法清除垃圾，或者他总是没有办法，上帝的话语总是没有办法让他得到滋润喂养，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修剪跟赐福。如果他选择离开，好，我们想想嘛，想想我们的神学生他在荣兴教会，如果他选择离开，他想到荣兴教会，因为他渴慕啊，他渴慕被牧养，他渴慕上帝的话得以滋润，他渴慕他的生命的垃圾可以清掉。如果是这样，我们要祝福他们，因为他们的渴慕，我们要祝福他们的渴慕。或许有人会说，不都是上帝的殿吗？不都是上帝的教会吗？为什么要不都一样的圣洁吗？不都一样在传讲上帝的话吗？
为何要离开这边，然后去到那边？上帝对每一间教会，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上帝给有些人就是，这边待一待，那边待一待，在那边待一待。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子啊，好像一个宣教师，到处去传福音或做见证的人。好，他就是这边待一待，那边待一待，那边待一待。那既然上帝按着他所看为好的，把这人安置在这，把那人安置在那。那上帝按着他的计划，让这间教会长成这个样子，让那间教会又长成另外一个样子。当然，很多时候在我们人来看，真的看不懂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这边也不错啊，为什么那个人要离开？或者是那间教会为什么会越来越稀微啊？就越来越没有生气，没有朝气？为什么上帝啊，你的教会你为什么会让他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测透，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上帝啊。上帝的意念跟他的计划永远高过我们许多许多。但是当我们看不明白没关系，我们唯一可以努力的是，不论我们身在哪里，我们都必须要能常常处理自己生命里的垃圾，靠着上帝，靠着他的话处理我们生命的垃圾，常常经历上帝的同在。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垃圾清除完毕之后，我们还要常常渴慕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再进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扎根。可拉的后裔也是如此，即使到最后他们被掳了，他们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或者是有的人因为迁徙逃难，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我们以可拉的后裔来讲，即使他们的圣殿已经变成废墟，即使上帝真的看似离他们远去，即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迁移到那个充满异教信仰的国度，他们所渴慕的始终是上帝的同在。不论他们迁移到哪里，上帝透过了先知以西结跟但以理，这一些同样是被掳的先知，上帝的先知也会被掳哦，这些先知他们也一样被掳走。上帝的话依然临到以西结，临到但以理。上帝依然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他的先知，在被掳之地对那些被掳的百姓说话。所以只要他们的内心是渴慕上帝的，上帝就与他们同在，不论他们在哪里。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即使是干枯的流泪谷，就是被掳之地，也能成为泉源之地。耶和华上帝必赐下恩惠跟荣耀给那些向往锡安大道的人们。弟兄姐妹，我们所渴慕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状态？我们来教会是渴慕上帝的话，还是只是渴慕一些活动、一些游戏，还是渴慕什么其他的？牧师其实有一点忧心。牧师忧心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外面有一个说法叫做28理论，对不对？好，28理论。牧师也曾经分享过，在普遍的长老教会里面来看，这个28理论还蛮符合的，就是呢，只有2成的人在服侍，有另外8成的人呢都是坐享其成的。但是牧师也分享过，我们建成教会很感谢神，我们是反过来。我们是只有2成的人坐享其成，有8成的人都在服侍。那些坐享其成的人也不能这样讲，有点牧师应该是语误错误，不应该这样讲，而是因为他们身体上、健康上或各方面有不可抗力的因素，以至于他们无法出来服侍。意思是说，能服侍的都出来服侍了，这是非常感谢神的地方。好，那牧师的忧心是什么呢？牧师之前在开长执会的时候，也有对长执说过，牧师忧心的是我们的查经祷告会的人数始终，不要说28理论了，可能连19，有没有19呢？可能连19都没有。当然，如果包括线上看直播的，或许有到28啦。但是牧师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是有82，而不是28。
渴慕上帝的话的比例应该是要8。渴慕教会的一些团契活动，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很多团契活动的时候，如果要出去玩，人数就爆多，对不对？如果那一天是要读经分享，那人数就会自动不晓得请假啊，到哪去啦，就自动消失。这是非常让牧师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但是我也只能把这些交在手里，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的查经祷告会始终没有多少人关注上帝的话语，我们怎么去了解、去理解上帝的话语，好像没有多少人那么有兴趣。愿我们能深深被吸引的，愿我们的所深深渴慕的，不是肉体的情欲，而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在经历苦难、经历挫折的时候能够扶我们一把的力量。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让我们在天色没有长蓝呢。人生不如意10之8九，既然有10之8九，那我们如果只有那个1跟2的上帝的话语的那个分量，我们怎么去抵抗这10之8九的苦难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深深渴慕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对我们说话，他也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展现给我们看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如果你的父母或你的爱人，你相信他是爱你的，那么他的话你一定很爱听，你一定非常关注他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上帝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可是他说的话，为什么我们好像不是很 care， 我们好像不是很，就是上帝讲什么话听不懂好像也没关系。深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被上帝的话语吸引，深愿我们的心不是属于这世界，我们的心是属于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我们再一次的跟我们永生的上帝呼吁说：主啊，我的心肠，我的肉体，真是渴慕你，渴慕你的愿语，渴慕你的话语。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精力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我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
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的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弟兄姐妹，牧师邀请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向上帝祷告，我们要跟主说：主啊，主啊，我实在渴慕你，我实在需要你。主，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我需要你的爱来滋润我。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主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向我们的主来呼吁。亲爱的父神，我们只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不断沉沦的时候，当我们不再一直在关注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原谅我们，求你的爱、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爱你，主耶稣，我说我们的一生都属于你，主，我们的心属于你，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属于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我唯一的祷告，这是我们唯一的祷告，也是我们唯一的呼求。主啊，我们渴慕你。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的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唔免惊。我们一起来拍手。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先大声说，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嘿，总会讲，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
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我们可以一起交谊请安。